穆卡达斯·阿什拉夫16岁那年，他的父母把她嫁给了一个巴基斯坦寻找新娘的中国男子。不到5个月，穆卡达斯回到了她的祖国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并且她希望与虐待她的丈夫离婚。人权组织指出，巴基斯坦数百名贫穷的基督教女孩被贩卖到中国，穆卡达斯就是其中之一。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利库艾沙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言。本月8日，世委会主席多利库艾沙在柏林出席了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会议。他在会议上发言并介绍东突厥斯坦的局势。另一方面，加拿大维吾尔人聚集在温哥华市举行示威，以抗议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同化和镇压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重申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，但同时指伊朗构成严重威胁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，欢迎就伊朗核问题与伊朗谈判，但特朗普不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。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，特朗普说，他们要做的是让我们坐下来谈谈，并做出公平的交易。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，我们想要的并不多，这可以使他们恢复到有利位置。我们不想伤害伊朗。美国当局扣押了一艘朝鲜货船，称这艘货船从这个东亚国家运送煤炭，违反了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。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局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，这艘船当时正接近美国领海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增加。昨天，朝鲜宣布进行短程弹道导弹实验，而美国空军则在同一天发射了1枚洲际弹道导弹。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，欧盟应该具有创新性、强大和团结。德国总理安吉拉·默克尔在罗马尼亚西比乌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发表讲话。默克尔表示，欧盟未来的战略议程将在峰会上讨论，仍将接受一项宣言，再次明确表示，尽管存在政治分歧，维护和平与繁荣的共同运动的重要性。